看免上帝，总是伊有听心，因妈妈祈祷了后，因妈妈透过毋是干那祈祷尔，毋是干那祈祷。围岛主义就是讲我祈祷，我拢免做啥物啊？上帝，你会拯救我的查某囝啦？哎哟，安尼就好啊？毋是，即个妈妈伊祈祷了后，有一个声，嘛较拄好，我拄好甲伊来讲，我会记得你的查某囝拢会去共服务，伫教会中间有自学方案，你要来甲伊讲，看伊要来服务这个囡仔无？伊真正就甲因查某囝讲，遐有志，伊讲未去上班以前，无我来好啊。当伊来自学方案几遍，甲遮个囡仔，伊发现足侪家庭的囡仔真辛苦。伊发现讲，若是无主耶稣基督，伊无法度。所以突然一天，一个当礼拜，甲我来讲，应验无输，你会当帮助我咧？因为敢若上帝会当帮助即个囡仔，即个家庭。我就甲约时间，我讲你会使帮助伊，伊讲但是我无上帝，你会使有上帝啊。好我会当安怎有上帝，我就带伊做决志的祈祷。有上帝，伊就会当去帮助即个囡仔，帮助即个家庭。感谢上帝，伊真比当我去教会早暗，伊就甲伊的妈妈来教会啊。咱甲即个学了，来互咱的主一个掌声，敢好？主耶稣要拯救人，阿门。主听见人的祈祷，听见一个老母的祈祷，听见一个老母听见祈祷了后，搁去努力。兄弟姊妹，咱毋是干那无祈祷，嘛毋是干那安那，毋是干那祈祷就好，毋是。有的人就是讲上帝你就拯救，你要拯救谁就拯救谁啦，嘛毋免求，嘛毋免拍拼啦。上帝要临边谁就临边谁啊，求到有效。香港就是安尼啊。透有效啦，遐尼远到效有效。兄弟姊妹，你的祈祷上帝要算数啦，要纪念啦。香港这个代志是嘛是干咱参像咱的兄弟姊妹，教会中任何代志，你袂当做啥物，人袂当做每一项代志，总是人会当做一项代志，就是咱会当来祈祷。透过祈祷，咱会当甲这位无限的上帝有结连，咱就会当成做迄无限的，真的。咱会当成就真侪上帝旨意要做的，咱嘛有智慧，上帝会讲照咱讲办法是伫倒位。所以咱伫即中间，上帝要互咱有合作，甲主哪祈祷，哪合作，哪祈祷，哪祈祷，咱就知倒位敢若无对答呢？咱嘛是一个团体，咱嘛是一个毋那团体尔，咱是一个团队。迦南长老教会就是一个团队，尼希米嘛是即个团队，嘛是一个团队。伊毋是对答以后拢无发生代志，有。今仔日的第3章头一节，咱无读到，咱等一个就会读。等于一个大祭司回应主讲好啊，我来，我是领袖，我一定爱来，总是安那，到尾啊安那，咱等一个就来看。一个团体内面，咱一定爱有检讨。当咱检讨讲，咱有倒位无对答的时阵，咱就爱来过来训练。所以啥咱爱有小组长的训练。9月头一礼拜，你若是已经有这个属灵家长的训练了，你一定要来参加。你做小组长甲你推荐，你就来受这个训练。咱才知影讲，伫咱的团体内面，咱有倒位无对答，咱来训练。训练了后，咱个敢若有一个平衡。你会感觉讲，无输啊，这个敢平衡，那起，这叫做恐怖平衡嘛，是平衡。伫咱教会中间，伫咱读的经文中间，知影团队的人，有的人变单，有的人因了后，家己无做，叫别人做，因相背，大家甲拍手，总是毋是伊家己做，伊叫安那，叫伊下骹手的人做。嘛有人因的表面上做啊足好，但是内面做安那做歹，总是这就是团队。咱透过团队，咱会当来检讨，会当来训练，会当来哪行中间，哪来调整，哪来检讨，咱就团队就是安尼是动态的，是会振动的。因为主伫咱中间，主来邀请，嘛是要求。这就是我拄则讲第3章第1节。这时头以利亚实甲伊的兄弟遐的祭司起来去做羊门，啥叫做羊门？敢拢羊经过所在？对啦，因为祭司嘛，
因就头一个讲好，阮既然领袖，阮就来啊！总是到13章第7节的时阵，以利亚说：安娜变安娜，咱到底来读干嘛？好，请。我到耶路撒冷，就在以利亚是为多比亚所行的歹代，伫上帝殿的院内为伊备办一间房歹代。歹代，兄弟姊妹，咱毋是干那真嘛认真回应，毋是一个邀请。好啦，你邀请我，就甲你答应啊。到尾也要做好做歹啊，兄弟姊妹，毋是邀请，那是要求。请咱毋通做一半，请咱是着定定来检讨咱这团队，彼此来提醒，咱就来调整、受做训练。然后咱斗阵行，有一个平衡。敢若搁起哦，过来，敢若敢若起。兄弟姊妹，原咱拢真侪伫教会中间，咱伫教会中间毋是消费者啦。消费者上帝嘛，甲你算数啦。你领受较济，毋是要互你好就好安尼，毋是互你吃香喝辣，因为咱所领受的是要祝福人的。上帝互你遮尔济，就是要爱互你来分享出去。咱做伙来去做上帝的殿，做伙来做上帝的工。安怎的人，咱会当斗阵来全然为神的领袖，毋是干那做一半，毋是愿意讲主啊，我完全为神伫你。主啊，你互我毋知要安怎行，总是你互我安那做一个榜样。耶稣基督，你是我的榜样，你是我的模样。主啊，你交代我的，我按照你的心意，我来做羊群的模样。安怎的人嘛会当做伙来，各行各业的。咱看到这名这么济，总是咱袂记得无要紧，主会记得。遮有啥物？我做啥物拢会使啊。所以兄弟姊妹，你做啥物工，各行各业拢会使投入伫迦南长老教会，所有对。服侍，不管是传福音的，也是伫敬拜组，也是伫总务组，拢会使按照你所有的各行各业，会当来互主来用。就亲像尼希米，像你邀请，只要有感动的，拢会当斗阵伫会幕中间，伫圣所中间。总是咱是要甲主耶稣基督是正做一体。咱来读罗马书12章第4甲第5节，刚好请。因为亲像咱一生有百体，若是百体的功用无拢相共，照呢咱济人伫基督做一身，大家三共做体，咱甲主是共一体。咱拄有讲，因咧起做的时阵，一直咧讲着我边啊接线。接线伊的是啥？就是一个，因为斗阵来去，所以若接线你的边仔，甲你去的迄个人，你看伊袂对档，即个我就无爱甲伊斗阵，哪会歹即个啦？兄弟姊妹，咱咧做社区的时阵，要去佚佗，要安排位真困难的，安怎困难？对，就是你想安尼。我就无爱甲伊坐斗阵，你甲我无爱甲伊困斗阵，你是安怎？所以，咱的主知咱人的有限，伫遮有15遍，16遍讲啥物？接线，咱愿意顺服无？咱愿意顺服伫主的内面无？咱斗阵三角来去做好。虽然伫咱中间有诶是社区的朋友，因可能也袂晓，因有足济，但是因就是小婴儿嘛，因就是打信主嘛。所以刚好咱互相相体恤，咱毋好讲我爱甲因斗阵啦吼，较远诶，兄弟姊妹，咱安那对待人，咱的主嘛对待咱哦。你叫别人较远诶，主讲你若较远诶，你嘛甲我较远诶，安尼嘛。咱斗阵来读即句刚好，请对伫伊全心结合联络。就是对百节的三接应，照逐体该练的运动，直到身躯那长大，伫仁爱家己去做。是啊，伫仁爱中间是上重要的，互咱会当甲主完全来结连。
伫即中去做的，除了咱拄仔讲的，啊，佫有是啥物？各地的人拢转来，外侨嘛转来。哎呀，今仔上帝足奇妙的吼，考无输伊嘛转来吼。这就是讲各地拢转来啦，来敬拜俄罗斯。各地的人嘛转来啊呐，那转来修理即个城墙呢？毋是干那因厝的啦，毋是哦。各地的外侨嘛拢转来参与即中间，所以咱就安那，咱就爱来有一个共的目标啊。主兴起咱家人教会，咱就专心，不管你伫啥物所在，咱就来修理，来去做上帝的国伫咱中间。当然，伫家己厝的边仔的头前的这佫较爱啊！这就是尼希米的智慧啊！你著负责你头前一个，若阮兜厝的头前的。我会足用心的袂？会啦，这就是人性嘛。我足用心去做我对我问的这个事情，我一定要去好，因为第一个受害的是谁？家己啦。所以伊就兴起这个兄弟姊妹。如果你伫家人教会，你讲我的囡仔吼，我足爱伊啊，信主我你爱参与啥？看你的囡仔几岁啊？你的囡仔若是主日学，是儿童牧区，你就爱来儿童牧区来斗3工啊！你的囡仔若青年，毋是干那切一规喙讲，哎哟，这个青年哪会拢安尼啦？哎呀呐，我就关心我青年，因为这就是我的对着我这个房屋这个来去做。刚好咱大家就咱家己来去做，当然嘛有一种人，伊是对着伊的房间来去做，是安那？这是差伫对，有哦。这英文咱就知影哦。这伫希腊文，伫即个即个古约，因的原文来讲，嘛差足济。因为一字号做厝，一个号做房间。是安那？别人有3房2厅，外加什么卫浴设备。是安那？干那伊是一间对着伊的房间来修理尔。你有感觉真奇怪无？有，上帝嘛记得。纪念是安那？这个人感觉伊一个人尔，伊嫁出来房间，伊就奉献吧，奉献互修理要去做的吧。我一间房间就够个啊，我袂使讲我2点起来搁换一间，4点搁起来换一间，6点搁起来换一间困，够啦呢？无嘛，兄弟姊妹，咱嫁出来的是要创啥啦？嫁出来，你看你一个困一间3间去，若困别个，你嘛惊着，是无？兄弟姊妹，嫁出来无用着奉献的主。伫这个经文中有这种的人，对着家己的房间来去做。当然，嘛有人去2倍。咱就斗阵去，人无够个啊，要安那？无要紧，你讲了就对，做回来，阮就做回来吧。有一种人啦，接煞的就是提高阿人修理讲来。阮来，阮2份拢无要紧，爱加倍嘛。阮2项上帝加倍听阮，阮加倍来负责任，无问题啦。阮来就是总是咱看到迄个经文尾啊，安怎讲？伊毋是家己来去，伊出一支喙尔啦，总是因的啥物贵族无啥物，无担当因的主的工。去共因2份，总是家己拢无爱管，拢叫下骹手的人去安尼啦，安尼了解无？我有钱啊，你怎么样？这嘛上帝来记落来嘛。所以兄弟姊妹，当咱若讲咱要因2份，上帝加倍来应允，总是咱家己嘛爱参落去，毋是干那叫别人来做。上尾有一种人嘛斗阵，上帝嘛要邀请你甲我。我讲我一个人尔。一个人讲，人拢一家，人拢规家族的。我来甲家人教会，咱我看落去，足侪拢一个人信主尔。甚至一个人大的，咱足侪一个人敢无法度来修理城墙，敢无法度来动工，敢无法度做伙来，敢做袂来？会啦。圣经中间特别搁家记录，所以咱来看，你若看经文就知影。大家拢是干那去做，干那即个所在86头前有写啥物？尽力修理一段。
别位的名拢无写啥，进来。华语讲叫做一个人的竭力。兄弟姊妹，你安那为主来出来，主拢记得。你若做到一半走去，伊嘛记得。总是到新约的时阵，耶稣基督互咱应允，咱若伊来认罪，主袂怜悯咱，搁一遍互咱机会。感恩教会就是咱的家，我们这一家。咱这个家庭就是听的家庭，咱毋是家己好就好。后礼拜是咱教会祖父母节、孝亲主日，咱要邀请真侪社区的朋友，对咱关怀据点的，也是你的朋友，毋是干那讲我家己来就好啊，毋是。咱招好无？招2个人，招2个人，咱就会使报名。招2个报名要创啥？就要摸菜。摸菜要创啥？就是要来互伊来听去福音嘛。就参照拄则我讲的句咧，林玉渊牧师，伊尾也阁变成牧师哦。伊敢若来礼拜，敢若敬拜的，伊就安那感动，伊一生就被改变，然后伊阁去改变足侪演艺圈的人。兄弟姊妹，我们这一家，咱这个厝，咱这个迦南教会，我们这一家，咱这个迦南教会，咱需要来回应上帝。你有想到啥物人无？咱做伙来传福音，加济来加结规矩，咱三甲来去做咱的教会，去做咱的生命。咱要迄日来唱这首回应的诗，殷勤做工，无嫌艰苦。兄弟姊妹，应也无需要邀请咱大家，邀请咱大家做伙来做啥物？做伙来为一个人祈祷。咱咧唱歌的时阵，咱就甲迄个人提到主的面前。后礼拜咱要邀请伊来，福音的主理，这个人，这个家庭，互伊会当领受上帝的话。咱毋是做袂来，咱做伙来，做伙来传主的福音，咱三甲来回应。因困做工。是
内面，真坦白跟甲主来恳求。主啊，我心头一直藏一个人，我真爱伊嘛，做伙来做礼拜，做伙来得到这个福音。主啊，我做袂来，总是主我愿意为伊来提名祈祷。主啊，就亲像你予我应验无输伫旧年年底、甲主年年底，一直为着一个青年的妈妈来祈祷。我无法度接受到伊，总是主我要感谢你。伫当个月真欢喜来讲，无输我的妈妈要洗礼，虽然毋是伫迦南教会，总是提名迄个名，即马就挂伫外口迄个葡萄，迄个串内面，主你纪念，主你纪念阮每一个人，为每一个人祈祷。主，阮感谢你，你予阮感受到，当初阮接受主你的疼爱感动。主啊，一个主恩的甜蜜，予阮真短暂的人生有了圆满。主啊，阮做袂来，总是主恳求你。你的伸手，牵阮的手，阮做伙来。一个家是主奉你的名所设立的。主啊，你是阮的一家之主，不管阮人伫什么所在。听阮的主，阮感谢你已经听见阮内面所提名的。主啊，你怜悯，你伸手扶持。主啊，恳求你来提醒阮，阮毋是干那祈祷尔。主，阮感谢你已经予阮一个办法，适合这个人的。主，适合伊的言语的，适合伊的方式的。主，你就是要来拯救。主啊，这个人可能是阮上亲的。阮的另外一半，主，你透过阮。拯救要临到，阮身躯边上亲的，阮的伴侣，阮的配偶，以及阮即马心上疼，阮的囝儿逝世去，甚至阮的爸母。主，阮感谢你，你的应允一定会应验，因为主你是信实主，你是主爱的主，主你是永远有办法拯救阮的主。阮愿意讲主啊，阮要甲你做伙来。对祈祷来开始，主，阮做伙来，阮会为人来祈祷有份。阮安尼恳求感谢，奉主耶稣的名求。阿姐，这是咱的奉献，奉献是基督徒感恩的表现，是出自甘心乐意。如果你若无明白奉献的意义，请用祈祷来表达你的感谢。
起立。听堂阿爸爸上帝，阮感谢你，你保守阮每一脚步，你也保守阮有健康的身体。因为你的祝福，阮当徛伫主你的圣殿，阮伫遮一齐做伙来敬拜，来学乐。阮当也照着主你所教示阮的，也是阮所领受来的祝福，献上阮的感谢，献上阮的金钱、阮的才能、阮的时间。互主你来用，愿主你感觉，祈祷奉靠主耶稣的名，阿免。谢谢。这时请叶牧师来报告。大家平安。咱先来欢迎头一遍伫咱中间做来敬拜兄弟，洪子修兄弟因全家伫咱中间，请恁徛起来啊！咱甲因欢迎。请坐，请坐。咱为着这个家庭来祝福，请坐。赵怡文姐妹哈，赵怡文姊妹伫楼顶，咱甲欢迎。请坐。咱若介绍吼，徛起来的时阵吼，边仔兄弟姊妹，你是主人啊吼。爱代表教会甲因欢迎，无你来到遮哪会安尼冷淡安尼吼？咱爱记吼，你可能因为你一个招呼，互伊感受着讲，这个教会真温暖吼。来，第三是郑丽雅姐妹吼，伫后壁咱甲欢迎。边仔歹势互介绍，咱有甲伊祝福啦吼。咱也欢迎柯牧师全家倒来探亲吼。因为拜四啦吼，拜四要转去美国吼，咱伫祈祷的中间为因来祝福吼。其他毋知有无介绍到的无？有无？若无咱来看周报消息吼。因为咱做礼拜来，因为人多，所以咱的冷气吼会开较冷淡薄，因为若无够冷吼，迄二氧化碳就会产生，有的人就会开始饿吼。请你若感觉惊寒的吼，你外套小炸者，安尼好无？吼，因为你若讲开无够冷吼，咱的空气就较无好，就会影响吼。这个主日是总会教社事工的奉献主日，请咱兄弟关心大道奉献。咱伫9月初要举行第5遍的圣礼典，然后要报名洗礼。伫8月18号进前，甲牧师也是行政干事来报名。咱伫9月初开始，咱有5堂课程吼，要来小组长的训练吼。教练即事讲，牧师，较单吼一个人报名尔吼，各组请咱赶紧来推荐吼。然后10个牧师当开课啊吼，10个以上无咱。团队安尼为着一两个吼，较袂好安尼才讲吼，所以咱会记，你若上过熟龄家长小组长甲推荐吼，会通来上这小组长的训练。咱即马来颁发吼，因来有参加这个基要真理，也是温度训练结业的这兄弟吼。请恁家己出来吼，因为人有较济淡薄吼。你的名若伫即个名单，请你出来吼。
看到你家己的名无？然后上课的吼，你感觉你无旷课吼？阿春的走迄队。好，咱来拍拍鼓励。祈祷的学校上了吼，就爱较够祈祷的迄吼，啊，毋当干那为着家己祈祷，啊，为着别人来祝福。咱后主日，宜农牧区有夏令营的亲子室内运动会，咱会通报名，时间是伫早起8点半到12点半吼，这是免费，限30组的家庭，会当到伫1楼公本外来登记。咱咱一家啦吼，一家伙，即个活动报名到今仔日吼，恁若是有图即相片，也是有影片吼，当紧交出来吼，这嘛是有奖金的吼，请咱把时间一直到今仔日。咱伫后礼